回国！不能多2个月吧？哎，你们闻到了吗？从公子一进屋啊，我就使劲耸鼻子，这甜香真是让人直流口水。公子的衣裳真好看，香儿做梦都想有一件。公子借姑姑穿几日吧。明日我要和娘亲一起去少司命神祠祈福，回来后，姐还是不给你穿。哎呦，继儿，快把新衣裳脱下来，小心弄脏了。娘亲，明日继儿穿着新衣去少司命神祠，少司命见了肯定会很欢喜，对吗？少司命对天下孩儿一视同仁，并不在乎是纯衣百结还是包衣博带。但继儿穿着新衣去祈福，是继儿对少司命的一片敬意。98、99、100。公子好厉害！我们宫中内侍中有个号称大力士的，这石锁也不过能举起100下，公子一口气也能举起100下。春夜露水大，容易着凉，快把衣服穿上。是。蛋儿，告诉母后，你多大了？母后，你难道不知孩儿多大了？告诉母后，孩儿来年就13了。蛋儿都快13了，长大成人了。母后就是想让你知道，这10多年，母后一直把你捧在心口。母后无论做什么事，都是为了你。母后，这种话蛋儿已经听了无数次了。蛋儿，答应母后一件事。何事？明日无论如何，都不要出交房殿的门。为什么？日日也在外面待在店里1日，静心读书，有何不好？不好就是不好。听母后的话没有错。公子到。知道了。看住了公子，千万别让他出门。是。哼，关门。翻吧，你快点！公子都说了有好东西喝。好好，我试试。哎呀，这个不行。来，你来，下一个。好，你来。哎，翻得好。还有谁？翻好了再给你们喝。你来。好，这一轮结束了，你过来喝吧。这东西是我娘亲酿的，别处喝不到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？好喝，再赏点吧。不行，下一轮树蜻蜓的时候，你若树得好，就再给你喝。来，树蜻蜓，公子荡，你们这是喝了迷魂汤了？回公子，这不是迷魂汤，这是神仙汤。放屁！公子不信可以尝尝，喝了这个，平常不行的都行了。我这就给您竖个蜻蜓看看。今日荡儿若不是吃坏了肚子，就会和我一起去少司命神祠祈福了。这孩子，姐姐替他祈福也是一样的。
好久没有和妹妹一起在这园子里闲逛了。这旖旎嫣红，草长莺飞，倒是让我想起了当年你有在楚国时的情景。姐姐说的是，那时候的你我，又比眼下的荡儿和继儿能大多少？我有时还常做梦，梦见自己仍是年少无知，和姐姐在楚宫里淘气呢。毕竟是梦，你我都回不去。给我尝尝。不行，这东西你没喝过，所以你不能喝。哎呀，啰嗦什么？你快给我！我说行就行。哎，见过王后八次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回禀王后，自从园子里引了暗渠，开了池塘，总有人因为胡乱挖路刨树，挖开了暗渠，走了水。今日又是如此。王后，让奴婢去查查是谁如此混账，扫了王后和八子的兴致。奴婢定打他50个板子。算了，事已至此，打他们板子也于事无补。好在这儿还有一条小路，平日走的人少，但景致还是不错的。婆婆，咱们走这儿吧。王后，继儿，继儿，继儿，你慢点儿，快点儿。继儿，继儿，慢点儿。葵婆婆，快点儿。继儿，等等，葵婆婆。继儿，快点儿，葵婆婆。王后，王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小心崴着脚了。快坐下歇歇，快！再来一杯。再来一杯。妹妹不必担心我，你快去追继儿吧。一会儿继儿找不到你，该着急了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嗯。快过！不能动，千万不能动！公子大，公子大，快想想办法呀！李治，大儿，大王，攻击公子荡的疯子应该有2种，一种是普通的疯子，一种是杀人疯。对待普通的疯子，奴婢还有办法，只要锋刺拔掉，用皂角水冲洗，再用筅台捣碎，糊住伤口，便可逐渐痊愈。但是杀人疯不同，它的毒性极大，从来就没有对症的草药。要想治疗公子荡，只怕什么？大王恕罪，奴婢无能。李密，大王，臣眼下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只能是先拔去毒刺，再用拔罐吸出部分毒血。那皂角水和筅台也对毒性攻心有些延迟作用，但是要想治愈，恐怕就……谁说没有办法的？一定会有办法的。王后，您别着急，奴婢再想想办法。公子荡，公子荡，奴婢该死！那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去死啊！王后，奴婢该
是救不回来，你们都去死啊！王后，大王，大王，救救当儿啊！救救当儿啊！这园子里怎么突然会有杀人蜂了？回大王，老奴已派人查过了，在山坡下查到了一个杀人蜂的蜂巢。那地方离宫中养蜂之处很近，去的人很少，一直不被人留意。寡人知道那杀人蜂极其罕见，即使有，都是出没在深山老林处，怎么会在咸阳，特别是在宫里筑巢？为了采集王后的牙蜜，园子里放养了寻常的蜂子。据说杀人蜂专爱吃蜂蜜，可能是那里的蜂子引来了杀人蜂。幸亏继儿被魁姑护住，只受了轻伤。听说魁姑伤得很重。是。忠心护主，可赞可叹。马上给寡人拟旨，公告天下，2日内，凡有方法治愈被杀人蜂伤者之人，赏10000金。怎么会那么巧？公子当偏偏是喝了咱们的米酒，就遇上了杀人蜂。这可怪不得咱们公子，又不是咱们公子给他喝的，是他抢咱们公子的米酒喝的。公子当性命攸关，万一他过不了这一关，那王后她岂能饶得过我们通儿？我们可以向大王辩白，公子当在大王心里的地位，岂是通儿能比的？加上王后挑唆，我们百口莫辩。娘亲，那杀人蜂是被人故意放在那儿的。你有何证据？是孩儿亲眼所见。那人是谁？是王后身边的一个丫头，叫什么来着？叫珍珠还是叫珊瑚？对，就是叫珊瑚。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内侍。童儿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件事可万万不能胡说呀！千真万确，珊瑚给了那人一笔钱，那个蜂巢原来只装在竹筐里，被那个内侍放到石头缝里。我当时不知道那就是杀人蜂。难道说有人买通了王后身边的人，要害死公子当？不大像。娘亲，你别忘了，今日公子当被蛰，该是意外。若不是公子当，那他们要害死谁呢？今日遭难的还有魁姑和后来过来帮忙驱赶杀人蜂的几个小内侍。不是魁姑，更不会是那几个无足轻重的小内侍，他们不值得那些人下那么大的本钱。童儿，你是不是告诉我，魁姑是为了救公子季才被杀人蜂蛰伤的？是。但魁姑和公子季怎么会突然到那个地方去？听说王后约八子带他们去少司命神庙祈福。是王后的主意，是王后带他们去那儿的。天哪，那王后是要……哎，你们都把嘴给我闭紧了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娘亲，你不是要找父王辩白吗？我们有证据。闭嘴！这个证据要是让王后知道了，那我们就有杀身之祸了。你知不知道？姑姑，季儿，季儿，季儿在，姑姑，季儿在。季儿没事，她只是手背上被蛰了一下，女医治已经给她上了草药。姑姑你放心。
婆疼不疼？婆婆不疼，你看婆婆还呢。你别动，姑姑你别动，别动。人老了，就是容易这儿疼那儿疼的。没事儿，歇息一下就好了。女医治和太医令都来过了，大王也出了悬赏。太医说你没事的，姑姑不用担心。治得好治不好都一样，别麻烦别人。婆婆，这儿一定要治好你。香儿、慧儿，你们在这里好好照顾姑姑。女医治留下的草药，你们每隔1个时辰煎一次，伺候姑姑服用。是。木心，在。你去点上灯，跟我再去园子里看看。是。八子，这就是杀人蜂的蜂巢。怎么回事？这里也烧了。听说，怕杀人蜂再伤人，傍晚时分，大王已经派内侍过来，用烟火销毁了蜂巢。这大多数蜂子已经被烧死了。此刻已经看不出什么了。是谁？谁在那儿？樊长史，八子，这么晚了，樊长史还没有歇息。八子不是也没有歇息吗？今晚这宫里，能睡得着觉的人，只怕不多。可不是吗？幸而上天有眼，公子季没有被杀人蜂伤得太重。可是公子荡伤势危重，魁姑为了救继儿，也是性命攸关。那杀人蜂平日并不主动招惹人，更不在有人经常出入的地方筑巢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们是怎么突然出现在园子里的。我和妹妹想的一样，所以就想过来看一看。听说那杀人蜂平日里都是在树林里筑巢，在石缝里筑巢，只怕是不多见。是啊，也许是有人故意把他们的家搬到了这里。妹妹，这话是姐姐胡乱说的，妹妹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啊。姐姐的话或许有些道理，那杀人蜂看似天灾，也可能是人祸。妹妹，天色已经晚了，妹妹和我都快些回去吧。等等，今日杀人蜂伤害魁姑和继儿的时候，公子通也过来帮忙相救，芈月感恩图报。八子和公子季一向对通儿友善，通儿这么做也是出自于天性。同心相亲，肝胆相照。我会记得樊长史和公子通对我们的好。上天垂怜，公子季今日没有遇害，只是八子以后也要留意。樊长史要我留意什么？留意有些人。妹妹，姐姐就先告辞了。樊长史好像话里有话。他定是知道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
儿一定想办法救你。玉儿自小没了娘亲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没有你，就没有玉儿。姑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。姑姑，夫人，这是公子季的衣裳，午后有人捡到了，刚刚送过来的。我知道了。亏得魁姑救下了公子，不然恐怕受害最大的不是公子荡，而是咱们公子季啊。什么意思？夫人，您看看这件衣裳，再闻一闻。我从小在山里长大，知道这疯子最爱追逐3种人：醉酒的人、穿鲜艳衣裳的人和身上有香气的人。公子荡占了头1种，咱们公子占了后2种。你们闻到了吗？从公子一进屋啊，我就使劲耸鼻子，这甜香真是让人直流口水。你快去追继儿吧。我明白了，你去吧。是。姑姑，都是玉儿不好，当然你就提醒过我，我却没有在意，是玉儿错，是玉儿害了你。当儿啊！珊瑚，在。扶王后出去。是。王后，王后。自作自受，自取其祸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王后，当然是在替我受罪，是我该死啊！王后，王后，是我要害人，是我要害别人的孩儿。少司比神明值得看得清楚，让我痛，让我千刀万剐，让我去死吧，让我去死吧！王后，王后，这药也不知管不管用，魁姑看起来更不好了。大王已经出了万金悬赏，怎么还没有人献上主意啊？都说这世上最毒的是蝎子、蜈蚣、蛇、蜘蛛、蟾蜍，杀人蜂怎么会这么厉害？你们是以前没见过杀人蜂，在我们山里头，
听到杀人蜂，谁不躲得远远的呀？我跟你们说起这些毒物，杀人蜂就算不能排在毒蛇的前面，至少也不会排在蜘蛛的后面。在我们楚国有一种烛龙蛛，它有蜘蛛一样的脑袋和蛇一样细长的身子，被它咬一口要病半个月呢。这都不算什么。我们那会儿住的大山里边有一种蜘蛛网，它可以长到小孩子的拳头大小，织的网都可以捆住一只小鸟。就它这么厉害，和杀人蜂交战也仅仅打个平手。吹牛吧！我与我死去的爹娘发誓，是我亲眼看到的。好，我说给你们听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是在我进宫的前1年，我在山上放牛，身边不远处的树丛中有一只蜘蛛王正织网。到了正午时辰，一只拇指大的杀人蜂飞了过来，一头就撞进了蜘蛛王的网里。那蜘蛛王定是饿极了，立刻向杀人蜂爬了过去。当他爬到杀人蜂身边，张口刚要咬，却被杀人蜂狠狠刺了一针。那蜘蛛王顿时就蔫了，顺着游丝就掉了下去。可过了没一会儿，那蜘蛛王又爬上来了，他们又打了起来。哎，那后来呢？这第2个回合和第1个回合差不多，杀人蜂被蜘蛛咬了一口，但是杀人蜂把毒刺扎进了蜘蛛的肚子里，那蜘蛛一松口，立刻就倒在草丛里了。这么说，那杀人蜂的确厉害啊。那最后谁赢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在那儿打来打去的，我看得不耐烦就走了。木心，夫人，你刚才说的话可当真？若有一字不实，木心甘愿受罚。那你可知道，蜘蛛掉进了草丛里，那是什么草？这山里的花草没有我不认识的。快告诉我。那草叫七叶一枝花，在我们那儿也有人叫它登台七的。七叶一枝花，好耳熟。那草在我们楚国叫金线重楼，它的根部是药材，我们都叫它早修，药性偏凉，清热解毒，消肿止痛。在楚国，有人用它医治跌打摔伤。那或许它也能医治蛇虫咬伤？有可能，但秦宫里并没有这东西。若要奴婢去找，得进山。但公子荡和魁姑他们的性命，也就是在这几个时辰里了。我去找大王讨要出宫令，姑姑带人连夜飞马出宫。好，这里的远近山路我都熟悉，我跟姑姑一起去吧。快去快回。哎，太医令，臣在。公子怎么样？公子只怕不好，请王后还是早些做好准备。胡说！你胡说！我儿子还没当上太子，他将来还要做大王！你给我想办法，快想办法！女医治呢？女医治呢？昨日半夜，女医治被米八子叫走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去哪儿了？说是被米八子派出宫了。不管他在哪儿，都得给我找回来。是。大儿怎么了？太医令说，大儿不行了。大儿若走了，臣妾岂能苟活于世？大儿是寡人的儿子，我嬴氏的血统比别人顽强，绝不会轻易放弃。王后爱子心切，此刻不该乱了分寸。
拜见大王。那草药可采到了吗？是，因为公子当病症危急，需要马上内服外敷。此刻女医治正在捣药，片刻便可以给公子当服用和疗伤。好，太好了！若能救治好公子当，寡人重重赏赐你们。谢大王。快请太医。是。这下好了，当儿或许有救了。是真的吗？昨夜芈月偶然发现了一种草药，对当儿的病症或许有奇效，所以女医治连夜出城进山采摘，此刻药已采回。李密，大王，你看此举有多大的把握？照理说，药草进宫都该有人试用，但是公子的性命危在旦夕，我们也只能险中求胜。微臣已经让人榨出七叶一枝花根部的鲜汁，每个时辰灌公子1碗，再将鲜根捣烂敷在伤处。若到傍晚，公子的病情没有恶化，便是有救了。当儿，当儿，听到母后跟你说话了吗？只要你活过来，母后什么都答应你。只要你好好的活着，不管你要什么，母后都绝不说一个不字。母后情愿拿自己的性命换你一命。你听到母后说话了吗？上天诸神，大司命、少司命，求求你们，让当儿渡过这个难关。只要诸神不嫌弃，小女子芈姝愿意以血以肉以性命祭祀诸神。求求你们，让当儿活过来吧！求求你们让当儿活过来吧！求求你们让当儿醒过来吧！公子，皇后，公子醒了。当儿，母后在这儿，母后在这儿。姑姑，你要多吃一点。
气，伤才能好得快。这金米粥可香了，是八子亲手用精米、肉糜和鸡蛋熬成的。婆婆吃吧，继儿看着婆婆吃。吃不下。吃肉肉长肉肉，不吃肉肉精瘦瘦。婆婆看，继儿身上有很多肉，婆婆自己却是精瘦瘦。好，婆婆再吃一口。继儿也该吃饭了，跟姑姑去吃饭吧。姑姑这一倒下，辛苦月儿了。姑姑一直把月儿当亲生骨肉般对待，如今为了继儿受了伤，却跟我说这么见外的话。人的寿命都是有定数的，姑姑原打算不用活这么久，不知为什么上天竟不肯收我走。姑姑稍微退近，所以在说胡话。月儿和继儿都舍不得姑姑，还有蓉儿，还有小冉，姑姑怎么舍得走呢？原先姑姑觉得你们长大了，继儿又有出息，姑姑可以闭眼了。可眼下突然出了这件事儿，姑姑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。都怪月儿糊涂，这不能怪你，是她动了害你和继儿的心思，便日日在这上面做文章，你怎么躲也躲不开。大王，请用茶。那杀人蜂之事，查得如何？老奴叫人细细查过了。公子当遭遇疯子，实属偶然。米酒是公子通拿去的，但是公子当强从公子通手中抢去，并且不听劝阻，酣畅痛饮，结果酩酊大醉。倒是什么？倒是王后、公子季和八子他们从少司命神祠祈福后路遇杀人蜂，这确有可疑之处。哦，从神祠到交房殿有一条最近的路径，但那日偏巧路被水淹，所以王后、公子季和八子不得不走了有杀人蜂的那条路。可查出原因了吗？是几个在园子里干活计的内侍，他们把路断了。那条路是新修的，暗渠经常漏水，所以没有头绪。这么说，那些杀人蜂，也许真是被我们自己养的疯子引到园子里的。拜见八子。我要见王后。王后正在歇息。我要见她。王后这几日水米未进，心力交瘁，不能见人。见不见由不得你，你只管去通报。八子，奴婢得罪了，您不能进去。走开！您不能进去，不能进，不能。王后，请八子进来。是。八子请。
这是王后做的好事。告诉我实话，是不是你做的？若不是你做的，那就是你身边人，珍珠、珊瑚，还是谁？是我。果然是你。我的姐姐，继儿的母后。我也曾想过是你做的，但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是你？是我做的，我对不住你，对不住继儿，但我不得不做。你疯了！我们是姐妹，同气连枝。对，我们是姐妹。是同气连枝，但你别忘了，我们还同是一夫。我从未与你争过宠，还用争吗？除了你，大王眼中还有谁人？除了你的儿子，大王眼中还有哪个公子？公子当是嫡公子，大王早就明言。要立他为储君，那是何年何月的事了，你不会不知道。眼下前朝为立长立贤，早就飞升一片。那是指公子华，也可能是你的继儿。就算如此，那也不是继儿的错。大儿争不过你的继儿，我只是帮他一把。这秦国只能有一个太子，一个大王。继儿、公子华当中只能有一人胜出，所以就要以命相搏。大秦建国数百年，父子相背、兄弟相残的事还少吗？可你与我不同，继儿和大儿也应当不同。有何不同？不过是宰割他人，或是任他人宰割。就是因为储君之位，断送了你我两人这么多年的情分。在这宫中，哪有什么情分可言？自嫁到秦国，我视为王后。哪一日不是在与人明争暗斗？哪一日不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？大王是我的夫君，一生恭敬，我便见不得天日，弃如敝履。我身边只有一个当儿，我靠不得母国，靠不得夫君，唯一的盼头就是当儿。而你的继儿，却让我连这个念头都荡然无存。宫中生路太窄，万事我都可容免，但容不下你的孩儿挡在我的孩儿前头。眼下是你救了大儿，我信你若想去大王那儿出手，我全无怨言。但只要为了大儿，我不再续这条心。你我白白姐妹一场，我曾以为我此生都是欠你的。就算我芈月与任何人相争，都从未想过要与你相争。我的继儿对储君之位更是不屑一顾。相争二字本是伤人利器，
与外人相争一荣俱荣，与自己人相争一损俱损。后宫艰难，只可相濡以沫，何苦要骨肉相残？八字无需多言，但凡嘴上挂着相濡以沫的，哪一个不是大难当头，自顾自？罢了，你去大王那儿出手我吧，我自作自受，罪有应得。但此事不能牵扯到当儿，若因此事牵扯到当儿，大王追究下来，单凭这衣裳不足为证。这衣裳是我赐给继儿的，我是母后，赐给公子衣裳，名正言顺。我芈姝抵死，也不会轻易承认与杀人疯子有关。我已经没了姐姐，不想再让当儿没了娘亲。你救了公子当，还要救王后？我救不了谁，也不想救谁。我可怜她，不想与她一样。月儿啊，可我担心。姑姑担心什么？你对芈姝的恩情，她无以为报。我不需要她回报，我只盼着她能够幡然悔悟。不对，你可知大恩积大仇？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月儿，你会为你今日的善良而后悔的。